國際聯賽準備。開閘嘅時候啦，見到呢個係外檔嘅百勝威首先搶出嚟啦，跟住有埋欄嘅少少個馬咧，先至有啊呢個係呢個跟住咧就係呢個係。求靈神亦都搶咗喺前邊喎，然後西丹路啦，再少少係達拉士利啦，然後就係原居民啊塞埋啦，跟住外檔仲有呢個戰略選擇喎，而家帶咗頭個馬咧都係百勝威啦，咁跟住西丹路喺內欄衝上嚟嘅，然後就係達拉士利啊求靈神，最後多少戰略選擇，然後就係有呢個愛的果實原居民啦，跟住有回家路百達星啊，然後就係萬事勝啊大班啊，跟住有名利多啊，然後就係呢個德奇堡啊包尾就係馬神啦，咁啊而家馬房灣進發嘅時候啦，見到咧呢隻萬事呢個百勝威仲係且放且留，前邊有一個馬位嘅。放得好慢下嘅啫，然後咧就係呢個達拉士利咧已經係上到第二位啦，拍住埋邊咧仲有呢個西丹路咧係咬住喺第三位嘅，咁啊再後少少嘅馬咧先至見到有呢個戰略選擇啊，然後就求靈神啊，跟住先至係愛的果實啊，然後就係原居民啊同埋呢個回家路，咁啊再後就兩個馬位咧見到呢個萬事勝啊同埋百達星一對，跟住有大班喺尾四，然後先至名利多啊德奇堡啊馬神咁樣嘅，而家轉咗彎向對面直路進發嘅時候啦，次序冇咩變化嘅，百勝威仲係慢慢咁放，前面有半個馬位，達拉士利咧就一路咬住喺第二位，而家戰略選擇開始發力啦，過咗呢個達拉士利進佔第二位噶啦，跟住有達拉士利第三位啦，然後西丹路留咗喺內欄嘅第四喎，最後多少見到有求靈神啦，然後就愛的果實啊原居民，跟住先至回家路啦，最後啲有呢個百達星啊，然後就萬事勝啊呢個大班，跟住先至有名利多啊，然後德奇堡包尾依然係馬神噶，差唔多跑完對面直路就嚟轉彎噶啦，仍然係百勝威喺前面呢，放下漸先有半個馬位嘅，而家戰略選擇一路咬住喺第二位，跟住就西丹路進佔第三，然後達拉士利呢就係退居第四，最後少少嘅馬見到有呢隻愛的果實啦，然後就係求靈神啦，咁跟住先有原居民啦，亦都上一啲啦，然後就係有呢個回頭路啊，呢個回家路啊，最後少少馬先見到有呢個係百達星啊都上，然後就係萬事勝啊大班啊都好後個位置噶，名利多啊咁樣，一轉入直路嘅時候見到呢個戰略選擇咧係威脅啊呢個百勝威嘅，跟住啊就係有呢個外檔啊上得相當勁嘅就係達拉士利求靈神啦咁樣嘅，然後就係外檔嘅原居民都殺到上嚟噶啦，去到啊最後啊300米嘅時候啊見到呢個係原居民啊鬥緊啊達拉士利嘅，跟住咧就係有愛的果實就寫咗上一啲嘅，然後先有大班而家先至上，去到最後啊200米嘅時候，見到呢個達拉士利啊同埋原居民啊叮當馬頭鬥得相當激烈嘅，跟住咧就係有呢個大班啊，然後西丹路咁樣個終點第一名係原居民，第二名係達拉士利，第三名咧就係大班。原居民香港嘅代表馬咧，哇喺萬眾啦呢個喝彩聲當中咧，第一匹都衝過終點啦，相當犀利。